前就会加减唱。哦，我都喜欢唱，我听我自己唱歌。山不有限啊！哦，人家上改喊台。你应该不是用麦克风的对啊。你讲一百加油，可能是。加油！心莫开哟，莫放各位心上。老年大擂台，老年强下來。好呀，迄是呢幾日天意禮拜開線哈。係啊。係啊，安尼所有嘅參賽朋友上禮拜有機會嘅迄安尼雙面孔啦哈。係。誒，一禮拜啊，咩有一兩面是看過。記下啥？哎呦，哎呦，我們的柯市長也來了哈，柯 P 來了，柯 P 來了。好，來，介紹完了評審欣賞。羅格利欣賞，齊德比欣賞，齊斯比欣賞，尤德基欣賞。海選挑戰賽比賽規則：答題先數各人創一首歌嘅，3隻難題以上就過關，黑幕就暫時淘汰。還有比賽唱，哎呦，今日唱到叔公啊哈！各位先生，歡迎大家來到老年嘅大擂台一隻舞台哈。同樣老人嘅前上一次嘅一個參賽者講嘅法，同樣3隻基本功做好了，音準、節拍唔好忘詞，然後在這3隻基本功做好以後，你能夠適度的加入你個人的情感詮釋，分數就會更加嘅較好。加油！好，謝謝。誒，同大家講下海線哦，其實海線就較要講較輕鬆啦，輕輕鬆鬆，放輕鬆，加油，好不好？好，安尼來，夾有請 TV 參賽朋友。來自新竹新豐聽秀瑩帶來，還會記得我冇？哎呦，今要參加嘅呢？哎呀，嚇，傳統組。傳統組，哎呦，流行組嘅哦。哎呦，好多流行組嚟，快嚟。老年大擂台，我要多準備咯。禮拜會挑戰係流行組，我會當認真嘅練習，希望觀眾朋友讓我支持加油，什麼大家？主持人好，還會記得我冇？記得啦，因為記得，哎呀，逢到啊你是蠻難人搶去表演嘅，真係。暗號，咁你好得啦，老年大擂台嘅節目，然後係幫忙宣傳啦，對呀，大家的知名度了，嘿，謝。對呀，嗬，一整夜差唔多要多長。像上上夜咩有人結婚咧，拖新用嘅拖新用嘅，搶戲。還有廟會。你唱山歌本人彈啊？
从山歌表演啊，还有那真的啊个你跟结婚了唱呢一些流行歌。那结婚要唱山歌吗？啊，也有唱山歌跟你唱、小兔子调啦哦，对我。唱兔子歌。啊，人結婚做兔子會兔子咩？可哎，我憐們也大做唔得。咁咩？我叫子用嘅係咪？哎呀，哦，場合不同，场合不同啊。对，那场合不结婚要唱同什么歌？嗯，待嫁女兒心啊，或者哎呦是什麼的啊。哦，狼塞。哦，对，蓝色，那個是廟會。那是廟會，對，喜那是氣啊廟會。啊，好啦，啊，嚟談一下先生的公平咧。國立老師，徐雲基嘅第一擺就參加老嘅大擂台嘛，第一擺參加了流行組、流行組的，嘿所以之前係參加傳統組係嘛嘿。農族嘿年突破到一道名，第一道名。cái cầm mô還有第幾多名？第6名。你咁第六名啊？對啊，那後面那4集我都沒有聲音記啊。得咧，記得你第一道名記得第3。第三。嘿哦，所以有進入我們的年度賽嘛，哈。其實兩個落落大方，然後你的歌唱實力、各方面舞台經驗、魅力都冇問題的。但是有一點小小的缺點，我要建議就是講，溫氣點，你的換氣點較冇按度吼，不應該溫氣所產，然後溫氣發出不應感覺到很倉促，然後情緒被斷掉了。一點要注意，前面有記下記，你的換氣點。那麼也是播出的時間，你去注意一下，你那個換氣點把它改過來。軌基的樂句要連串的時候，你就不要換氣，把換氣點很氣來請到適當的位置來換去，就會很漂亮，就會線條就會很美。你的聲音的柔度很棒，好，那你的表情各方面都沒有問題。把這個來要溫氣點一個小缺點改過來。唔會一步一步的進步哦，啊，其他人嘅進步，好冇？好，加油，謝謝。好，謝謝多謝嚇。啊，你可以辦法同歌嘛，嗬？聽秀妍的分數。過關。對，過關冇問題。希望你知名度越來越高哈。謝謝安主席。好嚟，沙下來。來自新竹竹東林玉帶來幾種法。其實是念玉啊。玉。玉。林玉。林玉。什麼字啊？林玉。怎麼會取這種字啊？哎呀，特別啦。但係好好讓問題。幾種法？我從小時當好唱歌，睇好時節我要參加學校嘅木箱鼓社，也有一家樂團，希望我做得順利過關，請大家留我加油哦！在家鄉，佢哋日淚啪啪將將嘅花，日淚花，可以類似從人家的日記札，打造在天然山下，按不透又轉到愛嘅無下，解淚花係阿婆頭我當嘅幾種花。幾種花，唔讓一條啦啦天空轉風茶，哈哈，唔管到哪一杯，心甘情在心頭那日記着幾種花，你看改變一花又唔會差，改淚花，汗水用口袋清洗不馬撒。幾種花，黑暗用碌碌碌碌找尋做到你頭恰恰。幾種花，你看該阿婆讓路讓開花，該淚花，怕謝謝相思便怕不會了解，了淚花，黑暗用你嘅潤潤然然。你眼眼開定啊！哎，你好。好，哎，不錯不錯，哎呀，禮拜哦。
谢赞哦不差人又不差人又漂亮，对呀，好可爱对呀哈有，气质的歌又唱得好，嗯，对，谢谢。听说你是混血儿，哦，对，不是啦，没有哪，里混哪里？混哪里的？是基隆混八堵啊？我是客家人加阿美族，你是？我有一半原住民的血统。哎，没有可是你的没有看不出来嘞。眼神比较像韩国人，对啊，韩国人吗？单眼还是皮哈日本，人？那种单眼皮的哦，感觉。对，我是单眼皮。啊，他虎牙比较像日本人，对啊，你根本一点没有原住民的那种对，大家都这样基讲。因呢，完全没有哎。哎有声音，他的声音有那种天生那种大自然的那种感觉。哎呦，刚刚那个还有转那个假音，那假音转的好漂亮哦。希望希望。牛哥想听你清唱刚刚那个转音的部分。哦，好，对对好啊。伊从花，伊看界明伊花香袂差，界泪花，汗水向空地清清奔马沙。你的就比较，哦，这首歌我不会那两个比较起来，你的比较有台语味。啊，真的哦。哎呀，所以吼，我跟你讲，30届的金曲奖哦，我还是要继续攻台语。非你莫属啦，真的啦。对对对。对啦，这明年就换你了。我就不跟客家抢，嗯，不同的领域。对客家我就金钟的部分就好。好，你看，那我想要抢高级，为什么你这个名字是谁取的？我爸爸。一定很多人问你这个问题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我从小问到大。那个字在字典里面查得到吗？查的应该吧？啊，应该查得到啦。你爸爸那么有学问，为什么想要因为用那个字？他说他在取名字的前一天晚上做梦，梦到这个字，然后这个字是古字，它代表3种不同颜色的云。哦，3种不同颜色的云。对，它现在被彩霞的霞代替，上面一个下雨的雨，然后下面橘子的橘的右边一个毛，下面这个是一个囧，一个毛，下面一个囧，囧字也是属于云哦。我其实不知道。哦，对，我有上网查过，但是我觉得它资料好像蛮少。雾，有雾，云雾的雾，可能对。蒙蒙细雨的感觉，是不是？它被彩霞的霞代替了，就是因为彩霞是彩霞，就是彩色的。哦，有了，你有那种有点朦胧美的感觉，所以清楚不美。对。没关系，有时候我们不用自己解释的太清楚，有时候让他这样子蒙过去就好了。好，是一种美。OK。好啦，今天带来这么好听的歌，又唱到完后，来哪位老师要来公平？这位老师。好，来。林玉，你有英文名字吗？林勇。你有吗？有。怎么叫什么？叫 Oliver。不是 shower。叫 shower。不是。shower。对，刚刚那个叫 shower 了。刚刚小马跟想说，淋浴，那他应该没有泡过澡哦。因为他都在淋浴。这样子是对的，因为节约用水，好不好？对，提倡环保。好了，好好讲评。好，淋浴。刚刚我在听你唱歌的时候，我就转头跟世伟老师说，他好像我们有一季比赛者叫潘怡涵哦。他也是那种天生声音非常好，也是原住民。对。然后他就是潘怡涵就长得很原住民。超，他没有，但他的声音是很棒的。对。你天生的底子非常非常的好，你一定要好好的让你的声音不动都哈嘎朋友堂动哦。当然，因为你要想带动吼底子很好，鼓手讲你要想冲出来去有讲故事的能力，所以你一定要把握你的这个天分，所以你在唱歌的时候，你必须要做的功课又更多了。譬如讲，你唱歌的时间不能单靠天分，好吗？天分很重要，但是努力更重要。譬如讲，天机在家乡，看见一蕊拍拍将将的花，是不是有看到花？你不是，你说在家乡看见一蕊拍拍将将的花，有没有？就是你声音很好听，但是没有表情，这就是我们讲的情感。在家乡看到日落拍拍将将的花。我相信你也是我们的资优生之一的这一季哈，在我们4位老师的眼里，至少我是，所以我也会好好的好盯着你，好不好？那希望DDRV 坐在堂洞用狗上冲下多的故事本来礼堂，好不好？加油，肖儿小姐，肖儿，是吗？肖儿，哎呀，那就看肖儿小姐有没有办法通过了，来粉数。
喜，没问题，谢谢过，哎，恭喜你啊，谢谢，后面路还很长哦，继续加油，谢谢，加油，加油，谢谢啊，嘿，回家去，哎，回座休息哈，不是回家休息。对，好嘞，撒下來。來自桃園楊梅吳曲蘭帶來阿妹嘅新房。嚟等啦。大家好，我係吳曲蘭，我今日係第一擺來報名唱流行歌，因為我當好唱歌，想來挑戰看看啊。我今日要唱嘅係阿妹嘅新房，呢條歌係我最近就學嘅新歌，希望大家讓我加油，希望大家。真情彩云夜，照出阿妹的心房，叫起了阿妹要念當，思思念念愛不空，愛人有熱情的心田，莫來小愛痴痴有點點。我主持人大家好，阿妹。哎呦，那屯收音機咁樣哦，傳動組冰冰啊，呢個嚟啊，富來。兩個人有稱係咪？啊，佢有稱啊，兩個人啊。啊，超盤超好嘅。超好嘅。啊，唔同要數嘛？嚇？唔同要數嘛？冇結束。冇結束。啊？邊個叫誒？有啦，之前係窮貴嘅咩？沒有統計，那個年度才統計的。哦，年度統計啊。年度的。哎呀，年度統計係相處快半年時間。有。對嘛？冇啦，有他們冇講法。誒，跟所以唔也見啲老輩愛唱動到，聽講唔也咩動到人有唱去老輩比賽。我係比較附近楊梅咧，就楊梅10月10號楊梅後站那個區公所舉辦咧，他有叫我那個半個小時的表演，我有叫陳建基他們好幾個，我有叫好幾個人哦，我不是我一個人表演，我還有叫舞群哦。你還有舞群哦？對啊，你本身就會跳舞啦。就是我那一班的很會跳，掌聲特別大。我跟你們講，你看來這邊參加歌唱比賽，出去你看人家就會邀請，然後唱一場就10萬塊。對不對？沒有那麼多了，拜託。你講的國稅只會找上他。沒有，我是說印尼幣啊。有時沒有錢的也要表演啊，有傳統那個傳承客家文化。有一表演就經過一嘢啦。冇錢沒有一年。冇錢也去啊。冇錢去舞台誒。冇啦，有時要贊助一下。咪行嘛，鐵路卡嘛，鐵路卡出嚟行聊聊嘛好啦。唱歌咩心情咩好啊？係啊，真。傳動組跳落流行歌曲組。嘿，有咩動態咧？嗬，改變咧嗬。哎呦，流行歌，咪知道，嗰後生人愛唔會唱，喺你唱強勁咧。哎呦，有啦，這麼模糊乜嘅年紀太細，冇唱得到。會唱嘅吧？同樣實力如何？係啊，係，嚟聽一下那位先生嘅講評。詩慧老師 ，OK， 呢居蘭姐，藝術國會律法費啊，始終有嘅上當特別，嚇當特別。啊，韓國唔加講唔係唱傳統，啊唔過。對亞屬國來講，我覺得你駕輕就熟，我覺得你完全沒有壓力給我，哈。所以剛剛羅哥講到一個重點，其實要節目比賽方式，就有下限，但是沒有上限，所以我們要的是種子。所以既然是種子，我們沒有分年齡，哈，我們只要你把歌國會唱好，用人嘅感情，青春嘅地方係講，亞屬國嘅感情不用你耐，你去甲用去甲感情來唱出來。好，啊，人嘅音準也好，技巧也好，其實今日都發揮咗以後，我期望後部嘅比賽，當然係啦，我係期望做得個堂度有冇同樣嘅表現，好，希望四位先生就本歌，好，按這些。好，謝謝先生。雖然你不是種子，你是一棵老樹。不是，但是蘭花。老樹也有老樹的味道啊。不要這樣子啦。對不對？老樹，你看那個年齡。
站在那里。其实哈，我先会唱流行的啦，以前还没有退休的流行就会加减唱。哦，我都喜欢唱，我听我自己唱歌。这个唱歌，这个是细顺的时间像什么个爱情的车啦，很轻快啊。爱情的车嘞。车的啦。车的。对，然后都很轻快，我都很喜欢唱啊。爱情的车嘞。按照传统组，就是我退休以后才慢慢练的，慢慢学的。对，好啦，看有办法同歌嘛，来。Q 蓝的分数。My God，谢谢老师。冇問題啦，過關啦，哦，恭喜你，好，安子謝，多謝，好，回座休息。好，嚟撒下來，來自新北市李維倫帶來種種音。來唱看啦。學姐賣你啦？學姐，哦，某學姐係學妹啦，學妹啊，葉人偉，所以你也是他推薦你來的嗎？看到佢比賽就想講，哎呦，他唱也可以。愛情嘅也要相信，阿公嘅慈用。大家好，哎呀，是一个美女耶。安定冇看到。我跟你有準備。哎，就。大家好，我係李維倫。因為阿婆呢非常嘅喜歡看你鬧熱大擂台嘅節目，今日非常嘅歡喜呢，阿婆係看到我投一片比賽嘅花，我讓我加油哦！哎呀，哇，帅哥，哇，长得帅，音色又好，哦，音色很棒嘞。对啊，而且很自然，他的音色好自然哦。哦，人太帅，人太帅哈。唐公比都给他破张了呀，节目唱过，系嘛？阿婆喜歡聽。因為阿婆時常要看啲鬧熱大隊頭嘅節目，故所我就想講，希望做啲來一片來表演，不如看到頭天使紅安尼。那阿婆會唱歌嗎？阿婆唔係，唔係啊，所以阿婆一定天使當看啦。他阿婆帶下就。阿婆，阿婆我上天使了。你帶哪邊啊？你話？都係帶新竹師。新竹師，你客家用廣東話好安裝。哦，因為我從細頭沒有你睇嘅。哦，沒有你。沒有你講詩言呢，就頭沒有同接婆婆卡咩客家人。沒客家。都同接婆婆講客家呢，要學講客。哦，所以客家難怪廣東話好。還有沒有參加演講比賽？演講哦。從
好高峰。从幼稚園開始就參加。幼稚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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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幼稚園呢個傳統嘅講法，嘿。哦，幼稚園開始吼就接觸俺哋客家文化、客家語言安尼。對啊。很棒。個學姐蠻人啊。學姐。哦，冇學姐係學妹啦，學妹葉仁偉，葉仁偉，樣面鼻啦，哦，瘦瘦的竹竿妹，也是他推薦你來的嗎？看到佢比賽就想講，哎呦，他這樣也可以。沒有，也不能這樣講，沒有，他是他的意外。這位老師一直講說，哎，你今天能夠進6強，真的是意外的。對，又來了一個意外。所以他沒有意外哦。他不是意外，他是我意料中的。奇蹟。我講客家話講真的是很，他真的很棒。對，是啊，只是經驗還不是很豐富。沒關係啊，人帥就高分了。哦，對，好，來那一位欣賞的貢品，對。哦，你有讀創作劇過。那個偉倫哈，等下他唱那個一開歌哈，哇，應該嗓就很特別，非常特別。但歸屬狗彈起來哈，可能是經驗不足，因為聲音裡面有帶恐懼，恐懼哦，他的聲音裡面有恐懼，他很想要把它彈出來啊，因為他聲音的浮動。你可以聽得到，就你唱國其實蠻有經驗的，你有個人唱歌的經驗，可你唱國語歌的水準可能會比我們客語還要高很多，要高多啦。就你唱歌有個人的風格了哈，那就是唐東雅賞有一個特別的地方，就在中高頻那部分他懂講嘛，對不對？但唱客家歌你要特別注意，有些人從西安的哈，西安的客家發音哈，每一個字都是向下的，所以你不能把頻率往上拉。有沒有？家事由來生，不能家事由來生，你每個語音都往上 ，OK， 你發音自然會跑掉。然後你這個低頻呀，丹田氣爽了的時候，它低頻跟中頻要有。那你剛剛頻率拉太高，你從中頻發音發到高頻，所以你剛才大概佔了超過6成在高頻，所以你中頻跟低頻大概只有1-2成而已。所以你要所以你要低頭下來的時候，把那個低頻往下壓的時候，你丹田氣才會上。要不然你的高頻的話就比較虛，所以咬字的部分就普誒，沒按栽。所以當進入決賽有機會的時候，我覺得你是一匹黑馬，好，所以要加油。其實老師有一首歌詞，他其實不唱流行歌，他都唱一些嘻哈歌曲。你看他拿麥克風就知道了，對不對？我還想說你幹嘛突然？我發現我毫無違和感，怎麼會這樣子啊？很好 Q 啊，很好 Q。好來，開機下佢要同歌冇？李維倫的分數。容易，加油！好，謝謝。資優生，對不對？對。資優生，我們已經找到了好幾位資優生了哈。對，上個禮拜也有好幾個。有。這個禮拜目前已經有出現，也好多個了哈。目前都是哈。都是哈。好，恭喜你啊！回座休息。好了，3號來。來自新北市陳家文帶來葉公公。趕快來哦！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嘉文。上擺唔拄好高鐵嚟報名嘅時間，故所禮拜阿爸喺我一定要來報名，希望禮拜嘅比賽唔會本期失望。阿爸，我一定做得順利過關。日頭鐵啦那唔停，愛行哪一條路？愛情嘅也有相戲，阿公嘅詞用，天邊睇馬嘅世界，愛緊行緊演，情盡情感。在阿婆嘅屋卡有100條故事的牛年樹下強下吊公公。天休地背強線的船的愛電強下咪喊的，為了馬嘅愛離開頭擺單純嘅世界，想念童年。葉公公收藏
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哎呦，是一个美女哎。安 Q 没看到，哎，我认识。那个，你看，我跟你有怎么？在哪里？唔記得了。来就一多年前发生个事。可能10幾年前。你来比赛过就对了。嗰時節唔係比賽，係4年嘅小小打擂台嘅。奖金挑战赛吗？還是什麼？其實我唔記得。跟勇士那時候我還沒出現吧？還沒有。跟勇士沒有那個獎金挑戰賽。哦。跟勇士做迄小朋友來比賽。先鞏固嘛，鞏固以後，後來又有個歌唱嘅小朋友嘅歌唱比賽，有也在單元。哦，所以那時候你的鞏固。冇，我喺度唱歌，係咯，我嘅阿哥向下來對唱。有得到名次嘛？嗰時節就冇本名次嘅呢，就拿到一張獎狀咁樣。哦，係啊，哦，還有以前的相片。哦，真的，嗰都是相片讓本制作單位比較一下，這樣子3年時間等一下照，哇，現在真的亭亭玉立了，很漂亮哦。是啊，對啊，哎，因為奇怪嘅後生人講嘅學法吼，用按章像吞個維倫咁樣啊，聽到很窩心吼。對啊，因為從阿妹度4度就開始講客家話。鐵的，你在喝羊水的時候你就。係望咗，我嘅阿爸都擺喺用過，我從度4度就開始講客家話。開始講客家話講到，所以人爸爸一天幾天也就要講客嘅。冇錯，係冇講客話做唔到食飯咯。真係假？真嘅，從細就係咁樣。唔要帶新北市，係啊，唔係帶客家莊嘅，唔係，所以爸爸係客家人，爸爸係客家人，媽媽係客家人，媽媽係客家人，係啊，所以啲屋企都全部都講客，係多兩下一車都係咁樣。哦，難怪。但是他沒有，您應該冇客家腔吧？我細時節喺先學客家話，裝學幾年，嗰陣我細時節講幾年家下，因為我吸煙強嘛，吸煙冇捲舌嘛，嗰陣我講幾年家下，一開始都會。有一啲咧，有一點點捲舌，老不捲舌本唔出來。老同學聊天的時間，我呢，我有18呢，客家腔，我們一起去親切啊，一起去打球。打球啊？丟掉，拿去丟垃圾，丟掉。丟掉。這個便當好油啊！聖心火車站。火車站。福華飯店。很可愛啊。來。今天怎麼想10幾年以後又想回到這個舞台上？慢一步呢？動力跟支持，就係我嘅爸爸，因為佢非常嘅重視我哋客家嘅文化，佢就知道喺自家嘅年就會傳承下去。佢所講就鼓勵我來上呢個節目。跟有去參加乜嘅客語認證啊？有啊。哦，已經到什麼級數了？中高級。中高級了呢，那你就可以做個新傳師嘅呀。哦，冇咁厲害啦。有的人第1級、初級佢都去做誒。哦，你考那個認證嘛？係為了錄卡爸爸媽媽吧？嗰時間我記得有部出講18歲以下考過就得拿到1萬塊。哦，就因為補助1萬塊。冇人嘅啲料就係。結果4年全部認證過誒，爸爸媽媽冇過。係嘛？連考都冇。我硬考，你講都未考過。數單個冇教，應該攏會啊。好啦，很棒啊！那講法按量哈，但是唱歌就會比較收斂一點。為什麼哈？緊張的咩？那邊欣賞的公平。好，郭麗老師。好，當親切，人家客家非常親切。尤其講客家講到按流量按好哈，雖然我本我一條客家人我創作嘅時候講啊，要正如頭都講，按優秀嘅生人講按真嘅客家話，唔係叫做好嘅。老一個優點發揮在你唱歌嘅當中。我講到唱歌係主要講基本唱歌嘅哈。基本上人嘅聲音嘅體質是優的，係好聽嘅，人嘅聲音嘅本質係冇問題嘅哈。人嘅客家話嘅老師也冇問題。我發現到今年一個比較大嘅問題就是講，你今年當緊張這件事情會影響很多事情啦，會影響唱歌當多部分啦哈。唔可以好好去老去噶，當然今日替代，多年以前是來過嘛，但是按機會啊哈，你重新習慣一個舞台，你重新在老當年嘅感覺沉浸啦，我想也係你需要去做一個功課，
当你把那个感觉找回来之后，我想两个实力会一步一步的跟发挥出来，跟表现更加好的一面俾大家看，好唔好？嘉文加油哈！谢谢。好，仔细啊，来看有办法通过嘛？好，来，陈嘉文的分数。冇问题了，46点啊，恭喜你啊！哎呀，后面还很长的路哦，哈，继续加油，好吧？好，休息下来，谢谢。好，我再休息哈。好来，杀下来呢？来自新北市刘明亮带的阿妹嘅松树。来，躺过来。我虽然不是客家人，但是我非常喜欢客家歌曲。我也常到外面去比赛，累积经验。今天我为各位选这首《阿妹嘅松树》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谢谢。强强牵起阿妹嘅松树，轻轻地看阿妹嘅面容，无情岁月不留情。点点滴滴刻成了流退路，为真走进甘露，为真高勇坚固，你唔惊风霜浪路。手强针来诉苦，最为太阿妹嘅一松树。嘿，亮哥你好，两位主持人，幸会。好多人，好多人，唔係客家人，唔可以講唔係客家人，我客話講會講嘛？不會講，不會講。聽得懂嗎？談緊什麼？聽大概是幾句啦。幾句啦。陳建基教的係咪？啊？陳建基教的嗎？我不是，我是跟陳建基我認識啦。哦，陳建基教的那個是陳正雄啊。陳正雄是他的同事嘛？那你邮局的同事，那你不是他的同事嗎？我是因為在外面跟他認識的，現在有跟他在就不打不相識這樣子。沒有打啦。沒有打。你比賽啊，比賽也算是有一種。我在外面比賽認識的。對，有一次在勞工杯在桃園，那剛好很剛巧，我就坐中間，我18號，陳建基在我右邊，然後陳正雄在我左邊。兩個包夾你啊？包夾我。左右護啊。那一次比得怎麼樣？那一次哦，你就被包起來了。包起來，被包起來，被包起來。看等你這。所以這一次就第一次來參加我們鬧熱打的比賽。歡迎你來。是，非常歡迎，非常歡迎。我們真的很歡迎不同族群的朋友來參加。這樣才會更了解我們客家文化、客家歌曲的美感。我也是偶然的機會啦，那偶然機會後來就是先從合唱那邊，我也不知道他們有合唱團，那就唱啊，對，就唱啊，那合唱團的成績也還 OK 啦。所以客家歌好聽哈，還不錯。好聽。你現在會幾首了？大概2、3首都比較熟一點。就把陳建基會的全部學過。陳建基已經很會很多。他很厲害。傳統組都第一名，那個老山歌那邊去了。對啊，他去比傳統組的。他很厲害啊。他真奇葩啊。我奇葩是，因為我有看那個最近因為有興趣嘛，常常就是禮拜6都會看啊。然後
他很厉害，也是闽南人嘛，然后客家话也会讲，也会听，对，我觉得太厉害，要跟他学习。他很用心呐，是用心，对，用心，对，好棒。那谢谢你来参加哈，谢谢，我们请老师来讲评一下，好不好？谢谢老师。好，不敢，明亮哥，明亮太讲以后。大家吹嘘说，大家好，我是刘明亮啊，是，哎，明亮太狗，谢谢你对客家文化的喜爱。每次看到不同族群，不管是原住民的朋友啦，或者是河洛的朋友，我觉得，对我们来，对河洛，就是会觉得就很感动。而且，果然你是唱合唱出身的，因为那个专业度很棒，就是你拿麦克风的专业度、距离也好啊，或者是站姿，这个经过合唱的训练是非常不同的，包括你的唱法，就是。但是它有个好处，就是你可以在合唱当中训练了一些唱歌的技巧，对不对？训练团队的合作，但它却有一个缺点。接下来你要自己一个人单打独斗了，你要必须把一些合唱当中一些比较合唱的习惯拿掉，因为你要表现个人了，所以你要让这个歌听起来是有你个人的情感，而不是我要配合。譬如说比如说老师在我旁边，我要配合他的声音，配合他的音阶，或者说他唱和音的时候，我必须要唱几步，你要去配合。可是现在不是，舞台是你自己的，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功课就是，你现在自己站在这边了，你要把这个歌消化，因为客语对因为不同语言嘛，所以你还是我建议你先念熟。好，当然咬字的部分就很抱歉，因为真的有些地方是比较不标准的，譬如说锵锵锵起，好锵起，还有譬如说岁月啦、流台路那种这种比较艰难的发音，就建议你先念完再唱，它是一个很好的方式，因为念完以后你反而会有一些韵律出现。你就会把这个歌唱得很顺，好吗？好，谢谢，加油，老师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安子噻，安来看你有没有办法通过来，好。刘明亮的分数。层层海风扬面彩。好了啦。对。你住哪里？我从南部嫁到台北来。哦，南部哪里？南部嫁到南部。美浓。高雄。高雄哪里？那美浓那就是客家人了，他就不是。见面了哈，你有人叫的啊？有，米底卢卡生时间，那边我拿伊拿梅都冇吹天气的东松西。刘明亮的分数。好。谢谢。没问题了，通过了，过关。哎，谢谢，加油啊！谢谢你，恭喜你哈！谢谢你，谢谢，好，非常休息。好来，撒哈的乜嘢呢？来自台北市蔡明贤，我带来初选出宫。哎呦，伊那呢？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蔡梦娟，我是河洛人。这次会来参加这个歌唱比赛，是受到我们歌唱班老师的鼓励。我会好好把握每次站上舞台的机会，加油！草算出光阴。层层海风扬面彩，浪花拍身是一双，一生清凉心情把开。海水长长，天蓝蓝，自由自在去旋翻，日落时沉沦夜雨，深深一酸灯火来作伴。初选出光阴太海，体验人生漫漫漫。初选出光阴太海，体验人生漫漫漫。你好。
孟娟姐，又是一位美哈嘎字体啊。对啊，你是闽南人。对。哦，河洛人。对。哦，可是他眼神很深邃哦。深邃。的意思是。很多人问我是不是原住民。很像啊。凶啊，凶啊。长得很像啊。原住民很漂亮的。对啊，你。所以你不承认。你干嘛讲我口音这样子？我回去问问我妈妈。搞不好以前那个阿公那个时候有混到的，不一定。没有啊。说混到。以前那个高胜美啊。高胜美她出来，她就不承认她是原住民。哦，为什么？她觉得，就是以前我们客家人哈，到了就是都市区啊，人家问你说你客家没有？不，我不是客。有些人不敢承认是自己是客，感觉就是你是弱势族群的一枚这样。很多原住民朋友也是啊，会有一种我不是原住民，但问题是，你像高胜美，她就长得很像啊。没有，我就真的不是哦。好啦，不是就好了啦。哎，没关系啦，河洛人，河洛人。好了。你住哪里？我住士林。士林。台北士林。一直就是住在士林。从小。我从南部嫁到台北来。南部哪里？南部嫁到美浓。高雄。高雄哪里？那美浓他就是客家人了，他就不是。高雄大寮。大寮那离美浓很近，那应该是有一点点客家人。硬要没有了，不是。是。那你有没有想过接触这个客家歌曲？大概2年多前接触的。参加歌唱班？客家协会。客家协会？对。士林歌唱协会还是新北市泸州。你从那个士林跑到泸州去上课，对。那你真的很喜欢客家这次是老师鼓励我来参加的。是。哇，老师是张才美老师。张才美。是，所以才美老师也是桃李满天下，就对了。很多，每天都有课，多才多艺，一起床就要教。哇，真的好辛苦啊！难怪教出这么杰出的学生啊！谢谢。对，来，我们哪一位老师要来讲评？是慧老师。孟娟，我觉得在闽南人发就是我们客语音的时候，其实有很多地方一直都是有一些很重要的关键。比如说这些字都不太会发，可是我觉得你发得很好，我觉得才美老师很用心在咬字上，所以我觉得在歌词的咬字上面，我觉得你今天发挥得非常棒，好，就是完全听不出来没客家人，好，这个比较让我觉得特别的地方。谢谢。好，那针对歌唱技巧，我觉得其实你的音质还不错，你的音质很好，那就是说可能不知道是不是紧张的关系还是怎么样。你的气提得有点高，所以会反而可能是紧张的关系啦。我们其实在唱歌的时候，会希望把你的重心尽量往下降，不要拉得那么高，因为你拉高，有赏时我们在发音的时候会容易不准，尤其是你需要有一点力量在发挥的时候，你这个时候气提得太高，你会没有办法，你的重心提得太高，你会没有办法发挥的，所以你可能要注意这一点。好，那怎么样去调气？我相信才美老师可以再多询问他一下哈，调气的部分。这个还有呢，可能还有第二个很重要的，因为两个嗓音，其实我们要慢慢的进入核心赛的话，其实我觉得你有这样的一个前瞻性。现在我希望是你可能在歌曲表现的情绪上面，我希望你多揣摩，因为你太认真在唱歌了。唔見必當認真在唱歌誒，特質是搞太多動情處，唔過呢。看不到感情的部分，就是声音听不到感情，你的表情也很紧张，所以因为今天第一次嘛，所以我觉得你第一关通过了，那后面的部分希望延续什么？那我刚刚提出的建议，你就试试看，那回去的时候再调整一下。谢谢 OK， 谢谢老师。謝謝。好，就看愉快嘅同歌嘛，好，來看蔡明給的分數。谢谢老师，恭喜过关！过关，恭喜你啊！加油，谢谢啊，继续加油！好，谢谢你，谢谢，好，回座休息。好，好嘞，撒下來。來自桃園楊梅陳真雄帶來無言法。叫唱無言法，高難度呢。大家好，我是陳正雄，3次比賽已經累積很多好的經驗。
这次回来，希望能够争取更好的佳绩，什么台卡。风中传来轻诉，繁华的世界本是匆忙，失去的咱再留，虽然心海猜痛，人生本来就是有数。又何必依了心也无救？又何必怨叹人生寂寞？把不言在心中，不恋不情不爱，独有把你泪般掉落。无言花又一在风中，无言花随风轻随送，电台有心意来诉情衷，温暖爱小小的心房。无言花在风中，无言花深埋在心中，假使你还有心来相想，天海土国寒冷的河，飘在风中的。无言花。柯市长，你好，市长好，大哥又见面了，是，市长好。这一次想要回来比赛又是陈建基勾夹你的，因为可能对外面有比赛有得到名次了。对，你想要跟他对不对挑战一下？想说你是他的长官呢？他叫我再回来再比看看这样子。他很厉害，比到那个传统组那边去第1名。所以你看你的属下有这么好的成绩，你当一个主管级的人物，你怎么可以输他呢？输人不输阵，对不对？有上次赢他，输定掉那个兵啊，对不？上次我第2名，他第3名。什么时候？你有赢过他？有。什么时候？客家雄风我第2名，他第3名。在外面的一个对比赛，失礼，拍谁？那这一次你再来拼看看，谈一下欣赏用来评论好不好？好。有这样的有时候给欣赏。好来。这个郑雄大哥很难得选到无言花今天唱的无言花表现的都不错。那有些部分呢然后我再给你一些小小的一些建议。闽南的朋友有没有他的公喉落尾那个发音他大部分语调是往上嘛，所以闽南语如果你是4线的讲闽南语的时候有没有比较不容易，因为闽南语的尾音都是往上嘛，比如说我们讲那个海风讲海风。它语音也是往上的，那4线的话，它每个语音都是往下，所以你可能要特别要去注意一下。你现在学的客语的有没有？你不能点点唱，风中传来，那语音都往上，实际上是不对的。你看点点唱，风中传来轻松，因为你变成语音低频的语音都没有到，所以为什么你声音一直浮有没有？然后第2个，请注意唱闽南语歌，可能很多人牙齿没张开。声音可以，但唱客语牙齿一定要张开。你不止嘴唇没张开，你牙齿也没张开。对，所以你那个变成说，有8声的这个客语的部分它语音没有下，所以你声音一直浮起来。
哦，其实你有勇气听到这首歌，表示这首歌水准还不错。是，哎，对，所以才会选嘛。它的音色是很好。对啊，所以说咬字，对，就是基本上就是咬字那部分，就是所以你要跟那个看陈建军，你要请教他一下，就语音往下这部分了，你才可以在下一次的比赛里面才会得到好成绩。因为你的语音没有下的时候，别人其实你声音很好就很可惜了。是，好不好？所以下次也可以继续选我的歌，但是等功力好一点的时候再来。不行，蒋中医那个更不好下歌，我求你不要。功力好一点的时候，我们累积几单后，有入围的时候我们再来选这样子。哎，对，不要还没到入围的时候，然后这个就比较危险一点这样。哎，对，好不好？是，我还是给你正向的鼓励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来看你有没有办法通过了，来。陈真有没有分数？恭喜，过关，没有问题。谢老师过我一关。是，下礼拜完蛋了。下一次什么？要什么歌？下一次准备唱那个《游子心》好了。游子，还是黄锦金花特别难。黄锦金花可能不行。好了，黄锦金花可能会完蛋。市长，你慢慢回去绞尽脑汁哈，好好讲一下，好，好不好？谢谢市长，谢谢市长，谢谢，回座休息。係，又係呢禮拜傳統只會開線咯。啊，對，呢下禮拜開線哦，上禮拜嘅雙面孔很少，呢下禮拜傳統只會雙面孔很多，係。全部方言看來全部來過用嘅嚇。絲絲黏黏嘅黏嘅對。絲絲黏黏嘅黏啊，係啊。上禮拜係黏到，一禮拜就來嘅呢。黏到幾咯？我的爹啊！哎呦，其實很好哦，同佢真係呼風氣欣賞，真係做得變。你馬上要兩米鐘哦！哎呦，好嘞，咁馬上這場比賽介紹評審選手。李秋霞選手，林在英選手，陳淑鳳選手，羅英英選手。比賽開始前呢，搶到秋霞選手個規則咯。阿鳳可以咁講嘅，上禮拜係生面孔，兩禮拜有6個嘅是熟面孔，出貨嚟咧，出貨嚟冇，有6個嘅係是熟嘅嚇。所以經過有6個有熟嘅嗬，我相信就一會衝。所以今日大家記得共同平常心，注意咬字，司機8隻咬字，語氣、表情注意記得咧係乜嘅？加油！最尾一句啦，我唔記得歌詞啦。我記得加油。加油最尾，加油！好，安子 C， 什麼？Annie 捧過來了。哎，講話咁不用自拋用，乒乒乓乓。哎呦！好嘞，馬上有請 TV 沉水朋友。來自新竹縣府關德琪帶來樂山歌。大家好，我係關德琪。也是提擺冇讓我太太來場下比賽，但是我嘅朋友、同學為讓我加油打氣，希望今日來順利過關。福多人嘅。太遠來落玉英雄啊，即是才山歌长春。
行到啊，心頭開那。哎，管先生你好，两位名主持人好，评审老师好，名主持人们好。很久没听到名主持人这个名字了。希望我们有一天能够在那个主流电视台成为名主持人，好吧？哦，我们换个频道就好了。啊，换个频道。好，來歌呀。來歌嘅幾下拜嚟哦。兩拜第三拜。第三拜啊？哦，啊，特別邊度用嚟長途啊？邊度嘛該長途？就上拜，就第三拜邊打退啦呢？錯。哦，一拜是香港的血脂的，在個邊啊嚟是做嘅。那看有進步嗎？哦，很有進步，我冇乜人看。全國的觀眾看。哦，我睇到片段呢。哎呀，成績好嘅話，嗬，太太就會驕傲。哎呦，就有成就。哦。而創山歌太太搞嘅啊。哦，你太太搞唔創山歌啊？係咪？小小糾正有。哦，你太太本身呢山歌班的先生嗎？你太太本身係老日的沉水咋？哦，有啊，你太太咁要來個？佢咩要來嘛？佢去比賽啦，所以冇來，盲人揾來黑拜。老公比啊比，家嘅老婆比。所以佢部卡全部正一比賽嘅係。正一比山歌。請會衝啦嗬。係啦，好唱山歌，好唱歌嘅心情就會好，身體都會健康。嗯。係啊。希望今年會過關哦。係啊。好，有辦法過關，我先聽下先生講片咧。小夏先生，老山歌咧講安尼心態調自己最難創嘅嘛，嚇！你敢挑戰安尼啲老山歌，表示講你自己親有挑戰自己嘅信心，吼，來親好吼。山歌親太鹹，吼，唱山歌你聲音高音嘅所在有衝爽嘅，但是記得從高音嘅時間，你多少會走音一下，吼。福多唔係福多，唔係福多。福氣福多，你唱到福多，三聲福多，哦，就按了咬絲哈，加一開始就人都講咬絲嘛哈。福多人家，還有太潤來嘅時節啊，個潤高音嘅時節哈，然後會來是都是。就一點點嘅，一點點嘅，彈得實唔過唔係講清明顯啊，就注意人彈啊。啊，幾首歌嚟講，一種講嘅清太嘅劇實也冇，唔過有幾隻小劇實，我能夠改進，下回會更加好，加油！好，謝謝。嚟看搖翻咪同歌喎，嚟。滾得企嘅分數。係啊，恭喜嚇，過關冇問題啦嚇，誒。哦，還會再繼續再變落去，哦，之前3關嘛，希望今日一擺4關咗。冇啦，超過啦。超過啊！冇得4關咗，唔是啦。double 6關啊！有目標是啊，好，加油！好，安子生，好，現在非常好，好，安子生，好嚟，撒下來，係來自桃園中啦，總分妹愛唱平板。啊，咁咩嚟歌嘅樣嘅？大家好，我係總分妹。很久冇見面咯，我禮拜又到咗來咯，希望禮拜唱得比以前還好，希望大家讓我加油，希望大家。
嘿，粉毛鸡，粉妹，两位主持人哈，大家好，很久没看到了，又见面了哈。 2年人了，你有很久的呀？有。 2年過2年，佢感覺都送你幾張來比添。明天提盧卡算時間，係咪？冇啦，都點硬嘅都冇取天意嚟當喪事。哦。係咪？特別冇嘅，幾時來創？都訂唔到。唔係啦，媽媽，誒，呢度係96啊，96嘅好事，超年年係96嘅好事。特別從買3本嘅你哈。 只有看相片啦，你要是看相片。特別我從買3本我哋衝過去就買3本啊。很好啊，哇！一個一罐就買一罐的你啦。冇啦，要買好多身咯，全部千搭錢嘅衫咧，芒果橋嘅衫咧。芒果橋嘅衫哦，哎呀！哦，低奶啊，低奶。低種啦。種啦。哦，種啦天氣迄。 產膠啊，佢跟有錢有土地啦，我只有三陽大餅，有錢就買土地。哦，同城有錢啦，有錢就有財賺意思啦。真係哇，有土是有財啦。係啊，真係啊，頭班人家會想，哎呀，要存錢就會買起來。也存唔來唔差買。董事買的節目咧，聽中視的節目。 重視以前，哎呦，安尼節目有收得一筆個重視的觀眾吼。哦，時間忙到先準片天師誒，係啊，先準片天師，準片咯，也佢另外一個國度，哦，另外一個地方嚟看安尼節目嘅。啊媽繼續好好創下伊啊，盡量啦，盡量，很開心，佢都唔會少嘅。對啦，啊96歲也好事啦，哦，係啊，有樣，上開啊也哈。雖然也個聲音哦有點沙沙，但是唱起來有味道。哦，很有特色，很有特色。但是按用嘅嗓。對呀，之前來。阿妹都有講啊，我嗓出嚟按用嘅。跟住煙熏嗓，哦，煙卜向多，酒啉向多。係哦，你啱會卜人哦。唔特別你酒家上班。阿妹開玩笑，會挑過來。阿妹開玩笑，哎，人家年輕的時候搞不好也是美女一枚。對啊，跳過很漂亮。我講嘅按摩啦，哎，唱歌嘅快樂出嚟，這從抒情好嘅方式就體面都唱歌嘅。係啊，好嚟看唱到樣板嘅唐先生嚟講評下嚟嚇。嘛，父母姐，我讀嘅落風鼓嘅啊，跳出來搭滴滴講嘅搖嘅冇嘅啊。我人係用係屯學嘅人嚟講嘅嘛，佢話你哋我蘇記一樣啊，我感覺嚇，父母因為以前嚟比較嚇，我咩食蘋果嚇，有個玉米啊，共當講嚇，就像阿鳳姑講嘅，真係當有玉米，所以講佢比嚇生啊，還有下地位嚇，但是玉米19嚇，老將嘅經驗嚇就會表現出來，但是。佢俾比賽入邊，我做貼片兩個，人生唔唱到人生了，人生了來拖那的好為了，唔唱到好為了，好，你哋會就講有啲會鹽啊，就嚟盡多加嘅鹽入嚟嚇，下個嘅愛行孝係嘛？愛行了，唔俾你愛行了。實以前你嘅歌詞嘅嗬，即係搭個鹽啊低落嚟，嚇你話愛行孝，唔係愛行孝。愛行了好難。所以佢比雖然講沙要黑地位嚇，但是呢，行喺選舉嘅整體上還可以啦，嚇阿夏妹講嘅啊，打敗就講加油。建設期多嘅嘢，咩都加油啊！你啊，好，石峰先生，建設嘅當身咁樣嘅。想嚟，我想嚟補充一下哈。我記得上班嘅時間，你就講到人媽媽做3本哈，啊，你就當落寞，改擺你就強迫，你就去個安尼點下去。哦，嗰種改擺嘅心情吼，你睇我家躺在床吼，就講話，我希望吼，今比過關之後啊吼，你就習慣性的強拍，唔會強迫呢。我家當講，你就會見到誒，比個樂趣吼就係講，哦，古時候後輩吼，還有個比賽嘅時間，你就會主任也撲板咯吼，做唔得就跳腳好冇？好。
么是啥？特别田径队，杨这有熟人嘛？讲复杂，讲复杂，关系关的係咪？哦，好，好啊。啊，你來看一下有辦法通過嘛？哈，來看總分咩分數？浪子回那條啊，老師，萬喜，注意哦，啊！好，安子，好，加油，好。哦，人家上改行態。你應該唔是用麥克風嘅哦。你講一百加油，可能是。加油！總分咩分數？好，40分，冇問題哦。好，過關啊！加油啊！哈，好，安子生向左邊當走，安子生哈，哎，謝謝。撒下來，來自新北市吳雪梅帶來3個字。我來談過來哈。大家好，我係吳雪梅，禮拜係第一次來到鬧熱大擂台，希望線上多多人來指導，我會上網唱歌，希望有好嘅成績。哎，哎呦，这么安逸两位主持人哦，哇，踏雪寻梅哈，对啊，雪梅姐，雪梅哦，哎，声音暗亮哦，哦，人家個上改行態，你應該唔是用麥克風嘅哦，係啊，唔比自拋嘅聲音還更加太上咧，自拋嘅聲音乜嘅字？哦，鞭炮聲，你講比你主要是增加太上，係啊，加油嚇！你講一百加油，可能是，加油！哦，前面這個你個演變啊，喊他太上。對對對，哎，跟對不卡同人家老公相罵嘅時間，人家老公已經罵輸哦，啊，唔會啦，都不卡唔會人太上啦，唔會太上，唱歌然後人太上。咁啊，係啦，冇人本身講法都嗰種生意改咩動態啊？人家講秘密，我邊人聽到？哎，老公過來，係啊，什麼啊？喂，你話？冇啦，我有完啦。我嚇到你，T敗來嗬。T敗。人老公喺談到係三分軟體咯。類似係點點哦。T敗來啦，你想講伊喺安尼嘅新北市嘛？啊，提嘅總府攀先收費嘅時節，講 QQ 那誒行了，誒就去報名哦。唔是參加過哦，阿妹哦喲，一下又錄取。過關咧？過關。哦，佢一集節目就可以叫嘅。哎呀，唔記得了，千叫。就反正要佢退役啦，看到見。係啊，忠實觀眾啊。哦，跟住閃蕩羊對嘛？係啊。有兩條蕩羊。係啦。印象一來。係啦。哇！我準備唔咁耐。我準備唔咁耐。今日按度好啲嘅屋下旁邊。係。特別味道呢？
何必容易呢？叫总火攀了，係咪？咁我係都比較親人呢。係咪？要好多警門呢？不要亂出馊主意好了，我怕他們動這個邪念。哦，你學生哥可以叫嘅？千到年咯。千到年啦，嗬。阿健有冇廿陣來啦？嗬。我都冇準備好，唔敢來啊！你乜嘅冇準備好，差唔多準備好。都準備好是高人的呢。我之前冇唱山歌。哦，之前唱乜歌？唱日本歌。唱流行。流行歌啊！流行歌。唱國語的。愛上你永遠不後悔。啊？要唱呀？幹嘛？梨花淚會唱嘛？梨花淚。係。廿個年代啊！梨花淚會啊？會啊，我哋唱一下。嚟嚟。我看同阿媽媽唔係唱一下。小康老師嚟。噔噔噔噔。愛上你，永遠不後悔。除了你，痴心又有誰？哎呦，厲害厲害哎！痴心就像梨花淚，點點滴滴都可貴，相聚時漫好了，哎，厲害呢！哦，cái轉音呀，等於會轉呢。那跟家裡的梨花淚有不一樣嗎？啊，好像它這個山茶花。山茶。冇 Q 用哦。各有特色。對，各有特色。你家裡那個比較婉約。婉約哈。對，比較可愛一點啊。這個是比較大炮。大炮型的哦。愛上你，永遠不悔。到你哦。好高吼，好高，很公平喲。哎呦，今日唱山歌，唔係唱梨花淚哦。秀鳳老師，好，你小妹子吼，正經看得出當樂仙吼，你係咪從頭去揭山啊？人家丹田當如林呢。哎呀，你丹田出身居然太厲害。冇馬路共馬關係啊。我唔敢去揭山，因為七條毛。哦，人丹田當如林吼，唔過你唱歌嘅啊吼，就講你講又強又弱。有上時嘅上人我下太上，有上時我變下西上單位，你全部安尼吼，當太上夫婦出來吼，跟義工堂道正然我常常我來給我送出去，有唱太上嘅事咧，你唱歌嘅吼，你再嚟去看唐平演唱那個山歌子就愛安尼嘅上吼，很軟單位，變下軟單位，彈起不好彈，很柔啊吼，你坐啲個如家只上啊，吼，我做談到乖乖啦，吼，我還有感覺嘅就山岳分明總有波，唔係總有波，吼，個彈起當面顯就乖乖安尼，吼，加油哦！好，謝謝。哦，是冇做嘅，麥克風拿開遠一啲啲咧，一個拳頭。對。冇人麥克風可以控我天能吼，可能所謂多，可能可以。好，我哋嚟開下要拍拍40男定高管喎，嚟。先冇一分數。冇問題。恭喜，冇問題。啊，高管你哦。哦，恭喜哦。總部啲呢？哦，安橋呢啊，要行咗嚟了啦，嚇。哦，安住先啦，嚇。休息下嚟。休息啦，好，安住先，好，坐車。好，好來，接下來呢？來自苗栗南莊彭新發帶來平板。來談我啦嚇。大家好，我今日嚟比賽，請到朋友嚟拉加油，希望今日會過關。怎麼大家？唔怕了。
哎呦，庞太公，你好，哎，好好好，好，哦，T 拜來哈，T 拜，T 拜，啊，我緊張啊。緊張是否緊張？一天不會啦。少過啦，魔術師啊你舞台啦啊。按由於拜咗咧。哦，按由於上安尼三個班的個衝班冇。冇誒。咁啊，人講衝三個。哎呦，這個好。哎呦。看老人大擂台。係咪？唐人咧評審先生。做你娘嘛人做按不衝啊。啊，沒有。呢個厲害啊。有天分哦。哦，聽講退休過後真係真練呢。哦呀，退休啊，啊，伊大細啲退休。那冇一度是50歲哈。啊，76。哎呦，是那個看76。咩70？ 70。哦，你70唄哦。哇，他76個80歲。76，哎，唔係76，76。但是哎，70看唔出來啊，真的看唔出來啊。哦。個子比較嬌小，後生看有點看嫩。有長啦，有長。對，哎呦，俺冇保養啊你係啊。啊。我衝上過啦，做衝上。啊，對，我衝一多年咧。啊。衝一多年。一兩年呢？一兩年呢？哦，哎，一兩年你是做飯商啊？飯後商啊？個衝較多年是吧？衝的年是哪年？最後是那樣啦。越衝越後生。越後生啊！一擺來萬人鼓勵來。哦，呢度。因為關懷據點媽媽嗬，應講發哥，去衝啊，樣啦。關懷據點咧嘛個？就呢度沙琪嘅關懷據點。哦，沙琪叫他衝過嘅。呢度媽媽哦，發哥去啦，跑馬街樣啦，響我去來啦。家人一定要唔來啦，一定要唔來，只可以用這個。我老媽講就抓好人死嘅，係啊，你就抓，你叫我去。係行一條關懷媽媽嘛，叫下來。係啊，我做抽佢來。係啊，禮拜六。有多少？差唔多。媽媽。哦，2-3次有哦，2-3次啥的好。關懷媽媽們呐，啊，各位小姐、女士們呐，啊，對，啊，哎，有閒時間對來啊比啊的呀，對嘛？衝山歌啊，吼，我們還有流行組的啊，可以選兩種可以選擇。對呀，好嘛，啊，哎，有閒當來比啊的哈，歡迎啊，唔爭轉移啲國家的。好啦，我唱出去啦。好，按住先。啊，看今邊唔可以同歌，我先聽先，聽你講。OK，好。你阿發哥，千發拍，我講學2年天天啊哈，學2年呢有啲成績，3個是平板到3個分得清楚啦哈，分得清楚哈 ，OK，但是你注意，因為你講冇重新上學嘅，所以你要記得，溫氣啊，溫氣，你當記兩隻詞，因為家一開始我就講過，咬字溫氣要注意。哦，安尼4句8節嘛，1句有2節，4隻詞3隻詞，4-3-4-3-4-3-4-3，所以藝術歌劇。啊，你是2隻詞就會關係，所以按人說對你嚟講就還是可以哦，哈。啊，藝術哈難對，還有美事呢，人家有關係。哦，美事了一年呐，美事有關係，你會懂關按人哈。所以你今日幾首歌嚟講，你上千台下，啊，但是你注意，啊你溫氣不冇適當嘅時節，就會影響到。所以今日嚟講，因為你讓體育來啊，哈，所以係你要本嘅高管，我要本高管啊，其他先生我唔理啦，哈，你冇本高管，你是推佢嘅，哈，誒，我冇本高管是冇推我嘅，推撇3百嘅咯。所以你記得跟講就係咬字溫氣，注意哦，嚇。好，好，加油。好，看那邊先生一本腿哈。今日佢冇講加油，佢就講加油嘅。哦，加油。好嚟，看有辦法通過冇嚟？彭先發的分數。冇問題。啊，通過。誒，安尼邊邊男裝嘅向前，嗬，係啊。打邊哦。打邊啊。真公用嚇，阿姨關懷媽媽記得帶來喲。好，頭內來嚇。再邊當場哈，好，我哋沙來呢。來自行必是煮水酒，有衝3個字。彈過啦。大家好，我係煮水酒，今日我多咗來9月大擂台唱歌啊，我會好好唱。
希望大家要人来加油，希望大家。帅哥，香蕉子啊，香蕉子，香蕉肚肚跟人家是他的嘞。哎呦，我还有种啊，对啊，上个月还有种一朵诶。对啊，几万山呀。俺老公他在法院退休了啊，就转去加甘种香蕉，冇种来卖，种来吃。七家生啊，对对对。香蕉变到去种去七家都要送的哦，啊。唔系啊，佢就话要送哦，香蕉七家要送呢。对呀，他自己会一直真的一直种，对对对。是哦，我爸爸种了这么久，我都不知道。是吗？从小种到大，你都不知道啊。因为那有太阳啊，我不出去的。对呀，后面哦。要不然你想要真来变啊你呢？本来想讲盲演讲呢，小姐等候日啊，一直叫啊，娇姐来啊来啊，我说。明年再来好不好？我很忙啊。啊，忙什么？忙什么？忙，等下跳舞，等下唱歌，明天还要比赛。明天比赛？比我们那个新北市的那个大合唱。合唱团呢？还做一点小生意。哦，有做小生意啊？做什么小生意？可以讲吗？卖钟诶。哦，有卖钟诶。敢敢做啦。哦，所以今日来的是多个钟诶，很煮很饱的吗？冇让人还冇，今日冇。哦。系啊。有卖钟啊？哪本？哦，系啊。系啊。有今日有个歌冇？哦，安尼要比歌啊？你今日有钟诶，快说。冇啦，做唔得做。哎呀，到底要歌唔要歌，还没有看先生啊？来唱先生的公平诶。英英老师。哦，英英老师，系。好，其实我对台姐哈从三个入印象，所以你也上映可能根本很係就下輕掉吼，可能上映彈起來下輕，所以才個人嘅萎縮，吼彈起來就唔係講安順，唔講我想按農業好嘅萎縮就係提起後應該台風非常嘅穩。好，所以呢，你個台風穩就表示講你對你嘅舞台，還個對表演，吼，你就切對嘅你嘅經驗，你係信心。好，所以你用在你嘅唱歌當中，吼，確實要加分。就係講，雖然頭先我講嘅上彈起來下輕掉，吼，咁講你在你係完美嘅表現當中冇影響到，彈嘅出來你本來就當會唱，吼。再講咧，你唱三個字，吼。你個個人嘅處理，因為你可能啲自家嘅個人根本表現唔係會非常好，所以你處理嘅當好。不過我係希望你嘅個人係做得留意連起來嚇。最好比如講萬人唱嘛嚇，按幾兩一萬人唱呢一句最好表現嘅歌詞，希望你做得留意唱到你嘅啲係上映嘅亮度。好，韓國完美結合起來，我相信你認到韓語很好嘅表現，是夢。好，盡量，好，謝謝老師。
啊，来，看球拍同歌无哦？系啊，先生公平公平了。好。哦，来，祝谢谢分数。哦。秋霞老师是。三只蓝灯啊，秋霞老师有歌嘛？哦，有歌啊，好，四只蓝灯，同歌冇问题，好嘛？谢谢，回去都练习。好了，好，谢谢了哈，回座休息哈，谢谢，安子 C 哈，好来，杀下来，来自新北市吴义珍，伊今日带来63歌，来听啦。空洞翻身。来T100来比呢？哈？T100。吴义珍的T100啊，你头哥看的迄吴秀纯。係啦，吳義珍就T100。大家好，我又進來了，我非常喜歡鬧熱了在舞台，對於每一擺比賽我就會很用心。希望你禮拜做得順利來過關哦，加油！山高冲浪。翻身，沉落海南，冲到男人啊的骨架呐。大家好。哎呀，咩？啊？创按倒摆，唔对满目嘅哦。要来贿赂吗？咩啊！即已經來比差唔多不幾百擺。莫幾百擺莫，一路夫房去邊上邊嘅啦。差唔多咯。越邊嘅總統啊。差唔多咯。台裝送嘅證書。係總統啊。哦。你按兩時按佢嘅清白色啦，記得。冇嗌痛嘅係唔全色啦。我等佢一痛就識睇啦。嚟T100來比呢？嚇？T100。吳義珍嘅T100啊，你頭哥看的係吳秀純。係啦，吳義珍就要T100。哦。按講人面試人人就係本上就係。吳秀純啊。看到人嘅面就係吳秀純啊。係啊，係鬧熱大擂台嘅火招牌。乜嘅啊？鬧熱大擂台。活化石啊。火招牌。小姜老師講嘅你活化石啊，活招牌。我悶啊！唔悶啊！哎呀，平時請佢嚟公平好咧，直接嚟公平。我時間又唔撈，加油！就按兩大時就。因為講唔會講人哋咧鬧熱咧火招牌。董想講哦，創下的。因為觀眾朋友嗌嚟創都假動到觀眾朋友哦，真嘅哦。因為我媽媽貴種人嗌要比，嗰陣要看啊。
头粉症哦。哦，妈妈有在看咯。妈当然有看。歹势啦，爱吞技术吼，算动熟络啊，所以开玩笑啦。弟啦，啊弟啦，弟爱就当用真冇比个螺丝粉要少你。你估到个人未报告，我見啲螺絲粉吼，鸳鸯嚟講啊，鸳鸯嚟用嚟用，你攏報告，哎呦，吼，你攏講人廢話，唔會啦。好啦，雨珍姐姐哈。名嘅吼，佢哋以後再念吴宇珍念其中有個磁場嘅效率，係錯，好唔好？係啊，吳宇珍，所以大家以後記得把吳秀春這個人忘掉，對，好，開始記得吳宇珍，好不好？什麼來講？好，嚟好，嚟撒下嚟吳宇珍重睇了哈，嘿，唱林正英先生，好嚟。吳宇珍啊，開始改名，可能原是以為變得無重要啊，你最後聽佢講嘅哈。但是今日哈，雖然講嘅老將哈，缺點下咧一講，缺點咧有，唔像你唔唱嘅哈，你落山歌咧四三嘅唱法，但是唔中間咧彎戲無清順，那個兩點。個呢聽你記嘅戲啊，面音啊，戲無乜個清楚，你係一點哈。安個啦，還有個放到右手沉落去嘅哈。沉落高音掉起來，將來人家音天上音唔拉高，你係一點嚇。個呢唱到男人低，唔唱到低低估價嚇。你個做個動業哦，你唔免個聽到他個意思講了做動業啊。但是因為你老將，所以我哋要貼配要做下嘢。希望你哋就唱就下講嘅，加油！加油！我對人以後缺點係按到嘅，係仔喎。對嘛？佢講我老將啊，缺點我講我下會進步啊。對。我再個彈下進步啊。好啦，繼續加油啦！開玩笑啦嚇，係啦，按你開完拍咪同歌喎，嚟。一陣咧分數。好。西藏藍頂高管，冇問題。恭喜安志燮會做消息安志燮，吳宇珍，好，吳宇珍，好，來沙雷，來自新竹寶山楊金慶帶來評判。嚟聽下啦。大家好，我係楊金慶，我係江海六嘅，所以我在平常時嘅是練習嘅時節當認真，希望我今日唱嘅山歌。能夠唱出當好聽，本大家聽。希望大家幫我多多鼓勵支持，希望大家。係，呢位主持人，你好，你好，甜哥，楊先生之前來過哈，
会比歌嘛？3年前。3年前。流行族的吧？传统族。咩传统族？传统族哦，佢呀3年後有上我咋來比啊？你下吼，想學三個3年吼，拿到第1名。第1名。第哪比賽第1名？哪比拿到第1名？國信鄉。國信鄉哦，唔帶南投係嘛？唔係，我帶寶山啊，新竹寶山。你輔導國信鄉一比哦？係啊。哦，拿到第1名。係啊。皇天不負苦心人。係啊。哦，所以想講哦，想講電視台冇你聽打看啦，係啊，看會有名次。會有哦，跟講係了嘅，都從也。是人。我講係了，我學咧係樹人嚟講樹人吼，講下滿掌，係裝滿掌，所以我認真去學啦，係字音吼。所以你也要去3個班。有，我要去3個班。學唱歌嘅。係啊。是要去學唱歌，我就唔會唱山歌。哦。啊。唔係，我哋學好痛苦哦。學吧，慢慢嚟學，對吧？仲有音樂的，對呀，仲有音樂學會咧。你兩三講佢兩愛平常心上，聽到強不詞誒。不詞誒。哦，詞咧。哦，按日就繼續講。係，我就講到本期日就不詞咧。好啦，嚟譚先生嘅講評那邊。秀鳳先生。好，你金琴先生吼，真係看得出來，真有進步吼，如伊譚先生學啲個試驗吼，冇錯吼。你講本身講開了嘅來唱啲試驗吼，嗰人嘛吼，樣板就會走脫吼。上來係嗰個老將啦吼，今比個會在呢啲舞台來吼，真係看得出進步當多。唔過啊吼，你唱呢個體育3個比賽冇按改啊吼，唔該改嘅時間，唔真改留嘅上吼，變下大啲咧，變下大啲嘅唱起來，個韻味就會走出來吼。韓國話你唱歌嘅時間，數米嘅時間啦吼，就像你下毛筆絲樣誒，強強嘅安尼來撇下去，冇吼。就講人哋留嘅上吼，變下人到誒，數下人到，冇比唱個跳台上，最白跳台上，人家上人就變態咧，變態嘅韻味就走態咧吼。韓國錯啲個位行強做韻唱得好，你個得嘅時間，唱你個得嘅時間，你再小可來一下，吼，個韻味就走出來，冇講唱得好。安尼繼續冇韻味嘅，好，加油！好，謝謝。好，謝謝。那個殷老師補充啊。好。好，首先吼，我先恭喜讓大家吼，就係Andy譚先生講呢個進步係在唱歌嘅方面。不過我對呢個按落係呢個進步係我感覺呢個台風方面，吼，韓國呢在舞台當歌吼，你係輕鬆嘅表現，吼，進步非常嘅大，吼係講係看你之前嘅流量，看得出你非常嘅緊張，吼，不過今年你做得掌握你在舞台當歌嘅表現，我想你對呢個比賽來講係一動態嘅進步，吼，韓國你當有發揮嘅空間。好，接下來我就會講吼，你唱嘅部分，確實按你講開了嘅人吼，來唱試驗，入下上是會很難的，因為從韻味呢隻時候，秋夏先生就講當橋，吼，從有啲時陣間就會下唔可以改吼，不過有啲時你聽咗會記得，呢啲時朝會唱到，就會攞佢記起來，譬如講吼，T1唔係 T2。按你開了講係1、2、3、4，四嘅係1、2、3、4，伊冇日，好開了就日，好四嘅係1，好從你從咧 T 日，你就會從到 T 日，應該 T1，好，喺度好講到只兩隻詞係講你從嘅些 T1，你後邊嗰隻 O， 我隨時都冇疲勞，因為 T1 愛有1到愛佢就入1。好，用母音來發音解法，佢全部係一，你唔是加隻 O， 加隻 on 就加一隻時，你從佢來個韻味出加一擺，你唔會加分。好，你點到啦，佢順唱過去 ，T1 愛有乜嘅好上改，非常嘅清楚。好，呢一隻時我係咁建議，吼，韓國唱得好，唱得了好那。
好，咪冲得好，好冲得好，好，韩国属羊咪属羊，你可以讲属羊，你按从当就羊面，是迄属羊，按用怎会羊，唔会属，吼羊冇强用。好，所以你幾隻詞你落去記起來，其他嘅部分我除到你嘅韻味啊，嘛嘅表現都當好咧，繼續加油，我相信你會有很好嘅成績。好，謝謝老師。希望你啊，可以辦法通過嘛？嚟，用金錢嘅分數。冇問題，通過。謝謝。什麼你啊？按這些。按這些。啊，拜拜。這樣在味休息一下嘞。錯，好。希望大家好唱歌嘅朋友吼，夾嚟報名。哎呀，報名專線096667人6人，還有層層天花0227778232。哎，等一下，大家嚟報名哈。好。希望大家哦，夾嚟報名啦吼。好。哎呀，今日啊非常多謝安尼辛苦嘅評審先生。什麼呢？多謝辛苦嘅參水者。希望按時謝。多謝少強。謝謝老師們啊，還有我們工作同仁們也非常的辛苦啊。希望大家唔好唔記得，下禮拜同一個時間的舒服呢，鬧熱大擂台，鬧熱中下來啊！